现代台语版圣经《民数记》第23章，巴兰对巴力讲：“你伫遮甲我去7座祭坛，搁准备7只牛犅、7只羊犅。”巴力就照巴兰的话做。巴力甲巴兰伫逐座坛献1只牛犅甲1只羊犅。巴兰对巴力讲：“你请徛伫你的烧化祭的边仔，我要去头前，无一定上主会对我显现。伊甲我指示甚物，我会甲你讲。”巴兰就上去较悬无草木的所在，上帝对巴兰显现。巴兰对伊讲：“我已经准备7座祭坛，伫逐座坛献1只牛犅甲1只羊犅。”上主将巴兰应该讲的话交代伊，搁甲伊讲：“你倒去巴力遐，就安尼甲伊讲。”伊就倒去巴力遐，看到巴力甲摩押的官员还徛伫烧化祭的边仔，巴兰就念诗讲：“巴力带我对叙利亚来，摩押王带我出东边的山。伊讲：来，甲我咒诅雅各，来毁灭以色列。上帝无咒诅的，我哪通咒诅？上帝无毁灭的，我哪通毁灭？我对山岩看，对山顶观看，这个人民家己徛起，无甲列国排做伙。啥人会当计算雅各的土沙？啥人会当点算以色列的土粉？愿我会死，亲像义人会死；我的结局，亲像因的结局。巴力对巴兰讲：“你是伫创啥？我叫你来咒诅我的对敌，你竟然甲因祝福。”伊应讲：“上主交代我讲的话，我哪敢无照实讲？”巴兰第2遍有言。巴力对巴兰讲：“请你甲我去别位，伫遐你会当看到因。你只有会看到因的一部分，袂当看到因全部。你着伫遐替我甲因咒诅。”伊就带巴兰去所非的野地，上比斯加山顶，去7座祭坛，逐座坛献1只牛犅甲1只羊犅。巴兰对巴力讲：“你请踮遮，徛伫你的烧化祭的边仔，听候我去遐见上主。”上主对巴兰显现，将伊应该讲的话交代伊，佮讲：“你倒去巴力遐，就照安尼讲。”巴兰就倒去巴力遐，看到巴力甲摩押的官员还徛伫烧化祭的边仔。巴力问伊讲：“上主对你讲甚物？”巴兰就念诗讲：“巴力注意听，西巴的囝听咧。上帝袂亲像人讲白贼，嘛袂亲像人会反悔。伊减会讲了无做，减会讲出喙无实现。我奉命祝福，上主的祝福，我袂甲伊改变。伫雅各看袂到灾难，伫以色列看袂到灾厄。上主因的上帝甲因同在。伫因中间有俄罗上主，因的王的声。上帝带因出埃及，为着因，伊发出亲像野牛的气力。雅各无需要看潮头，以色列无需要卜卦。时间一个到，人讲到雅各一定会讲：上帝已经为以色列完成遐大的事。这个民族兴起，亲像狮母；挺身，亲像狮公。伊无食腊米，无啉腊米的血，一定无要休困。巴力甲巴兰讲：“你无甲因咒诅毒害啊，哪搁甲因祝福？”巴兰应巴力讲：“我兼无甲你讲，上主交代我的话，我一定着照安尼讲。”巴兰第3遍有言。巴力对巴兰讲：“来，我带你来别位。可能上帝爱你伫遐替我甲因咒诅。”巴力就带巴兰去比尼山的山尖，对遐看落去，会当看到旷野。巴兰对巴力讲：“你伫遮甲我去7座祭坛，搁准备7只牛犅、7只羊犅。”巴力就照巴兰的话做，伫逐座祭坛献1只牛犅甲1只羊犅。